先来做客万年来了，今天来同我除了的呢，没算我老朋友，不过我们见19年冇见的吼，以为的事情吼，我讲利用技术算唔下。到底以为做乜嘅人，大家可以详细来讲。今日人讲就先简单的抬头路，伊迄评论可以看好时尚赛集团管理内的公司了太金服务咯，分享大吉。大家好，我係了太金服務咯。哦，大家我觉得也系艺名，没有身份证都会小。而且你是在那个前一站内有一段实行改名，你早在那个之前都改名哎。我以前用嘅名係我做一些作品，做一些作品嘛以后就有一个艺名，都太金服務咯然后10年前都搬从北部，然后再搬到台南，再搬到现在是住在屏东。我一到屏东入籍的时候，你会改身份证啊，还要改那个入籍的资料就那时候就把我的艺名变成我的本名，都了太金服務咯。一个是个艺名哈，个赛基个名诶，那我往多大景风一啦，有吗？个渊源啊？本来在台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想要做台湾汉字，就是我们是汉字使用非常高的国家嘛。然后那时候要取这个艺名，是因为我想要主张我们的汉字的自由度。如过多年看到写名5个名字，都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念不念？但是我是想说，我们自己台湾人是用这个汉字最多的，我们可以自己组合我们为什么要受限？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名字，故意很长，然后用去给它名去解构它们，然后加入，然后只是主张说我可以自由使用繁体字。你讲呢？我所以两个黑廖大景风一浪，你讲你的江湖名号，大家叫你不是这样叫，你都自称景姐，我都自称姐，为什么？景姐如果我去搞，后来就是因为我后来去做时装嘛，然后我以前是做男装或是潮流，后来我就对女装有兴趣，我就学习女装，然后学习女装之后，我就涉入各种议题跟女性有关，就是譬如说那个联合国对妇女的平等。这种议题，要不然就是有很多客家女性被就是受压抑的一些议题，然后自己也做女工嘛，缝衣服绣东西所以干脆就叫做景姐，感觉就很像那种客家庄的姐姐，对，在缝衣服做女工的感觉，对。都对大景嘅对名嘅嘅概念都讲过嘅出嘅反叛性格，刚刚人今日quên難的有唱都唔來，你會用大景的一條小物，金這些小物來看那是亞人的故事，人哋都唱處理不安的地方，對亞個大景嚟講，我從幼嘅我平係乜嘅123，也兩個人有看按鬧嘅，也係大景設計嘅後邊還有一塊陸地，他打啱掉。你幾多年前設計的差不多12年前吧。15年前。15年前。呀，當過如何的故事錯嗎？所以我現在畫的那個故事是乙未戰爭的最後一場戰役，我會講給那個火燒莊戰役，還有個那個步月樓之戰，我把這2個戰役把它合成一個服飾。你剛剛我想，因為設計的T 恤如黑，當然會有流行感，不過故事卻是很沉重的呢，是蠻沉重的。剛剛都會有安尼想法，因為我當時都做幾多台灣文化的東西但是我發現我去家成分，我爸爸媽媽攏係客家人嘛，六堆的客家人。我當時連六堆是什麼東西六堆是什麼，我都不知道。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台灣文化裡面，我的研究裡面怎麼會缺一塊客家文化？對，然後我就去找，就是比較代表六堆的故事。然後那時候我還住在台北，我就去那個總圖，對，台北的總圖翻很多論文。那時候就翻到那個1895的歷史，然後有一本書叫做《攻台圖錄》。日本人當時用浮世繪的方式，把那個接收台灣的過程畫下來。對，
然后最后一段就有写到，就是火烧庄战役，还有那个不月楼之战，它也是用有点浮世绘的笔画画出来。然后呢，当时发表在《东京画报》上面。然后我找到这个文史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要个周笔来呢，就对个故事，我就用浮世绘的一个感觉把它画出来。不过你睇台北台，侬会有一个 sense， 讲，我会了解有对迄么个。我记得我最后一个工作，我离开那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很想要骑脚踏车环岛，我就去买了一台脚踏车，很便宜，3000块脚踏车，然后就骑脚踏车去环岛，然后环岛的过程中，我就开始莫名其妙就开始采集各个地方的地景啊，然后遇到的东西，然后后来才突然那种台湾意识就冒出来，很奇怪。因为我本来我买工作的转折点有一个分水岭，就是那时候很多台湾的媒体还有演艺圈都想要去中国发展，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去中国，还是要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结果骑了那个脚踏车环岛之后，我就突然就很想做台湾的东西，很奇怪，然后就是留在台湾，没有跟邀我的那些长辈跟主管去你去拜环岛对你有非常太阳，变那是你要不做的事情，其实你要先到最起点，可能都会给白用。对，好，我哋就看天你好，对大家来讲重要的物品，看下系乜嘅？伊啲归哪一排？老师，一個識別證係蘋果台呢？蘋果台時尚設計，老花啊，時尚設計與管理學系畢業展呢？對，畢業展。果然是時尚系哦。畢展呢？剛唔係你喺韓體圖研究所啊？係啊，一天都有可以做欣賞嘅哦。做欣賞喺有幾度睇。台北州行销完广告推广，还有在时尚类的杂志或演艺工作的经验，学校缺这种师资，我就刚好就帮忙讲了一些课。刚刚主有搞哪个？来搞时尚行销，时尚行销，还有时尚的推广路怎么样老年时尚的东西变广告啊，自媒体啊。还有怎么样建立时尚的品牌？对。教书嘅讲法会用咧？教书，本上我不喜为人师啊，我不想本来不要当老师的，然后教书迄得品读嘛，品读，尤其是在合作，你不会归社年轻人，因为老年人，我们人口流失也很多，路面都讲，我要怎么样继续跟年轻人一直互动，就会提新的师推，跟我们很不一样。然后来教书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跟学生互动交流，然后也偷偷丢概念给他们。譬如讲来搞那个时尚的一些想法，就是他们有想一些趋势分析，或是想一些想法的时候，然后偷偷会告诉他们说，你可以用韩团的模式，但是呢，你偷偷丢一点点台湾的东西进去，你黑原住民就丢一点原住民的东西，你客家人就丢一些客家人，后面你就丢一些就是台湾元素把它丢进去，但是你操作的模式可能还是跟你喜欢的韩团啊那种很活泼你喜欢的方式一样，那你的东西就很高的识别度，然后你也可以一直挖掘东西，都会雕你的种引啊，丢一个种子在他们。对，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偷偷把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一直偷渡概念，一直塞给他们。安尼以后呢，刚刚来看第三项，睇見重要嘅物品，那是係乜嘅哦？一係跑書嘅啊？沒跑書嘅，跑書嘅，一係乜嘅？報刀。對。一係做乜用嘅？做乜嘅用嘅哦？我其實這樣可以就是可以啊，都跑刀，如果衝了要有一個木鑿沒哈，我們要把它刨平。沒關係，要把它刨平。都會都會跑書嘅呀。跑書嘅啦，還有邊邊角角，這麼小的就是像邊邊角角，你要把它，就怕會
闽南语叫刷刷，然后会割到手，我们就把它处理到很圆滑。也係大件的工具的其中之一，偏偏。嘿，我對大家講一下，你係咪考試一件我嘅改出來？嘿，对，以前不行，現在可以。你會學很多東西咯。一路去客家人啊，忙嘅事情都去甲做啊。本上黑哦，我以前就是做店的时候，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想要浪费树木，就是我希望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二手的材料或是二手的木料来做我的所有的空间，不管是工作室或是我的店。但是呢，请唔多师傅啊，如去家里学木工，学完木工之后，又请唔多师傅叠砖呢啊，叠楼的砖呢，就自己学泥做，然后就自己学电工，然后就自己学所有的能够盖起一个房子的焊接什么，我都全部自己学，然后就自己做。就按一行，一開始係唔想要用 Q 的東西。Q 的東西啊，不要浪費素材。望年團做，揀眼都自家學。自家學。講起來嗰啲係唔會，我學落嗰啲長時間啊。會長時間？不會，我覺得沒啦，嗰種東西是相通的。你看在做衣服的時候，你很多概念，譬如說直角的概念啊，或量身打版的概念，跟你做泥水跟做那个室内设計，其實很多概念是相同的。哦，對，裡面一塊是學嘅服裝設計，有時候也可以培養，其實很多地方會同嘅。嗰段時間來量那個桌子的，我都是用服裝尺來量桌子，因為服裝尺是透明的，量那個長度其實很方便。對。都係裡面咧，有時候都一行，就不會好起來。你講亞年係咪個錢啊？本身下長嘅，你等下個多做嚟技術大嘴部，還嗰度好講。我再跟人家介紹，以去家古用的風色，我會買一罐海根啤酒，個黑包有印字啊，有些東寧村，有些出自有講，如果一酒廠呢，一村呢出兩年。即係做客萬年來了，我哋今日咧來賓係了太金服務咯。我難講伊態度，伊係平和泰時裝在集團管理呢個公司，不過伊做嘅事情非常多。我哋今日看到係嗰度推有關嘅物品，其實上面咧其實係也嘅。大景係很貼心吼，特別理性飲酒。不過也利用嘅關係呢，唔假使無詳細看嗰個個係共用嘅。不過看詳細啊，有嗰種18毛共用，也是。伊個國泰，伊個國西，除了一個無票用以外，伊個 set 啊，一個比較深一點點，較沉嘛，一個比較淺。較總嘛按嚟分咯吼。也如果兩個無票用的酒廠做出來，像也絲比較大的，如果荷蘭進口的，也絲比較小的呢，如果睇眼呢，品種的泥埔的做出來。以下呢部向東南村，北南路448號。嘿，如果用眼呢，你不會水做出來酒。侬會拿一罐咯？一罐，你去睇下哈。嘿，如果睇眼，我現在我住的地方，去我都拜差不多2分鐘都多誒，都多要酒廠。以前爸爸媽媽一年20幾歲就上台北，但是一年都會東寧村出來出省的你，但是一年睇北部，像爸爸以前不知道怎麼樣跟桃園的人說，以為你不會出來，嗰度你冇去過，你不會，更多人不知道東寧村那個地方嘛，以前個老北師啦，他也都不知道，所以。他在跟人家介紹，以去家古用的風色，我會買一罐海根啤酒，個黑包有印字啊，有些東寧村，有些出自有講，如果一個酒廠呢，一個村呢出兩個年，對，就變成他的一個介紹自己跟排解鄉愁的方法。你係咪幾多頻道？你係發現幾多人家族的身世啊？就如幾多啊？如頭都講一個酒。在酒廠以前迄眼人買
外公那一辈，哦，爷梯有50甲，啊，当然日据时代的时间，外公的弟弟哥哥，杜宝，就输了50甲，全部都输掉了。如果人家也个棒球场诶，嘿，这一块，哦，真的很能搞错诶，错，所以唔好赌博。哦，还有好多人睇好多拿一個唔識嘅 T 恤，咪係引起起嗰度盧卡嘅故事。本上喺特別設計嘅 T 恤的時節，如果從史料嘛，就是出來，還有一擺如果公羊的時節，比如聊到一件事，如果慢慢阿胎是打過這一場仗役，如果火燒莊戰役的女，我本上喺上公，我媽媽一定是隨便跟我講誒，我如果查個日治時代戶籍資料，我媽媽嘅剖胎，也注釋如果寫副手總，出來而已，但是因為打仗輸了嘛，才搬到內埔來。哇，真嘅嗰度故事呢，唔多轉去以後，我咪感覺唔過次吼，因有機會去接觸到菜地，包括能去家家做，還有一本書，咩有參與嘅吼，你參加。錯。假如一本書，就有一個經委員聚會，我一天在台北的時間，我有一個工作是在《天下》雜誌。有一擺如果有寫有關於就屏東的全書。還有請不到在地的攝影，還有可以寫文字的人，如搶來。我當時就是才剛搬到屏東那邊去，就想趁這個機會，認識一下我們整個屏東。所以從屏北到恆春，差不多好像100多公里，所有地方我都跑遍了。所以我短2年。就把整個以前不熟悉的屏東全部把它摸透一遍，然後採訪很多人，拍很多照片。也係幾難得的機會呢。係啊，因為用嚟講有較高壓力啊，有一個壓力，如果個人只能去訪問，個人只能去請，個貼拍的題材。錯啊，還有感覺那以前的雜誌《天下》的文以載道啊，他都不會亂寫，所以我還做很多功課，然後很多錄音的訪談。然後祈禱資料，所以如果在這個機會裡面遇到，就是認識很多除了客家文化之外，我們還有原住民啊，然後還有那個平埔族，就是很多以前我不認識的屏東，就是透過這本書一下子很密集的。用章煙呢？用章煙，其實很趕呢。很趕。不過你都睇用章煙很密集的時間，變啊新顏色。爸爸媽媽的感覺，錯，這個蠻感人的呀。如果有個機會，剛好有這個機會啊，也因為這樣子就拓展了我去對台灣的認識啊。因為我以前在台北都是原住民的朋友，沒冇也不認識平埔族啊。原來我們尼埔有肉比就有平埔族的族群馬卡道，還有一個灣滿沒有族群，還有狗蘇沒有，總共有3個馬卡道的族群，也是這次機會才認識說，原來屏東有真的還存在的馬卡道的族人。因為對菜地有夠深的認識，如果想要做很多事情。要順便還有一個，從一開始講你叫景姐的那個性也很有關的，也都很能去甲做的刊物。我去甲做的刊物。寫伊嘅故事，寫伊嘅寫妹寫伊嘅故事。當我做安尼嘅刊物。一刊物如果我之前睇嘅灣滿的四角水有聽過嗎？有啊。四角水，如一天只有2班公車的地方，如租一個貨房，然後在裡面開了一個咖啡店。我就在咖啡店裡面有辦一個課程。那課程就是希望透過女性的書寫，來，因為客莊的女性很壓抑，不管是年輕老的，就是心裡很多想要講東西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然後客家人又很隱蔽，所以後來我就辦了一個女性，我跟我女朋友現在是來嫁呀，辦了一個女性工作營，是書寫客家女性的故事。然後我們就辦了一個差不多10堂的課，然後教他們如何寫自己的故事，如何編輯，
然后如何变成一本书，就是很完整的课程。然后后来编出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故事的一本小刊物，里面几乎都没有改动，就只有改错字而已。哦，就是完全把他们内心里的东西写出来。哦，侬会有安尼的想法没呢？侬会关注到一件事情。一开始会定下一个故事啊，也是有一点从族谱里面找到的，因为我们回家如果佛缝的中间如果摆祖先呢，给排的啦，一排男生如有庙，女生如会中如人，阿琼来阿胎，大还写错，他姓利，就是利益的利，那是内埔很独有的姓氏，利如人，但他还写错，他写成刘如人。因为其实好像客家庄传统客家庄以前啊，对女性的声音不是很重视，但是现在男女已经平权，但是还是好像有一点压抑的感觉，然后就很想要出这种女性书写的刊物。对。系啊，你做过多过奇妙的事情，除了一个刊物以外，也有迄个自家嘅创作，作品集，好，一个係主要睇史诗，客家種嘅時尚嘅故事啊，時尚生活，一個係用嚟培養。這個概念如果史詩睇昨天是一個很沒落，算是一個人口外移很嚴重的一個城市，然後房子都很老，然後但是它又有一個大車站然後那時候我有一個駐村計劃，如果睇史詩。然後我就在路上就是破房子，就是看起來破破的房子裡面，底部有他的住民，然後就幫那些住民呢找了10個，幫他們拍成時尚照片，然後沒有改動他們的任何的生活方式，因為我想要表達的也許啊，就是客家莊看起來沒有像台北那麼 fashion， 但是呢，如果我能用不一樣的眼睛去看客莊，應該可以看出一些就是新的東西，所以就用時尚攝影的方式把他們重新拍攝出來。不過其實係一個很多照片都係一般的插布店，都係一般鄉下。你買銅的啊、八千的那個插布店。插布店照片都係很平常。有片呢，也底部的人物都係非常時尚。也好像徐阿婆，阿婆如果他一輩子幾乎都在做這個啦。如果買銅的，還有給真實的八強妹八強妹，然後就那時候流行寶可夢八斗，如果就有寶可夢的球，對，就是經營了很久。還有都鄉下幾多的嗰種眼鏡店，張眼鏡，你也把它師傅好啊，幾時尚就是比較時尚，然後很有趣，也眼鏡店全客語全客語跟那個人講話，所以那時候我才知道輪胎怎麼講，輪胎叫什麼，你知道嗎？輪胎。北部南部冇同樣，有人講茶林的，有人講茶林的，南部嗰種係林的，酥奶奶。有人講酥奶奶，就酥奶奶，就素奶，就是橡皮的意思。對啊，我就第一次才想到說，原來有人講輪胎，機車輪胎長如果部位的酥奶奶，才知道說，原來有這種很特別的用。你要身邊會很豐富呢，可以。鬼好搞啦，鬼好搞。鬼好搞，應該是。鬼會咩啊？鬼咩好搞的事情會搞啊？咩鬼咩，如果讀好，如讀到，如果有你只要有興趣啊，去挖掘。好奇。就很多有趣的事會讀到，咁等下呢，假使我問大姐帶睇下去到一個，而家我貼拍的時候才會喺奶呢，確實會貼拍，等下我哋錄啲大姐會帶我哋去到奶去聊聊啊。因為我哋客家我們可不可以客家也出一個女團？年輕女團都穿那種中空改良式的客家服，然後去女團，然後去壓一些很新的、很流行的客家音樂或唱片，讓小朋友知道。
爱明白啊，如提南部过来的时间，爱提讨厌啊，如果来中立也见唱片行，也见唱片行呢，你爱去家佢很喜欢音乐，爱去家没有搞 DJ， 所以爱5年前啊，发现中立居然有一间这么大的，如卖唱片呢，然后有 QA。没有过新呢，所以俺明白啊，如果过来的时间，俺如果早一点时间，啊一定会过来要跟唱片行来看他的唱片。你睇美国啊，有做一个统计，更加全世界啊，给 CD 的销售量啊越来越少。但是呢，个唱片的销售量现在居然超过 CD 了。如几多年本上各多呀唱片啊，几老的人听的东西，但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一听音乐可以用唱片的方式来听，哦，所以那个唱片的销售量居然超过 CD。你看一下唱片呢，有几多不同的类型，像呀爵士的 Miles Davis， 还有来俺们高雄的 Blackpink 的。朴彩英呢 ，Rose， 底部有一首歌的啊，新人的拢会唱，如果阿帕子哦，没有安尼唱片，俺根本就看到有一种，俺一听都会买的，不会那种，哦，新出的热腾腾的，没黑一个客家歌手，客家人哦，一个客家人，他叫做郑双双。通常。奶奶买到新的唱片的时间啊，奶奶都会拿起来看一下，那个唱盘哦有没有刮痕，所以买的时间会看一下。我更加比较喜欢。听那个黑胶唱片，因为俺没有听串流的音乐，俺按赞那个有6700，你是一条歌的，几道歌的。但是俺平常哦听那个串流的音乐的时间，拢周思琴啊，唔会过准时去听音乐啦，就把它当一个背景音乐。但是呢，来听那个唱片的时间啊，你唱片啊。我要很仔细听每一首歌，我底下那个盘啊，这把米的时间，我去把，然后去把编过来，再听其他的歌，这样你就会很专心，然后你的心情都会静下来，啊，可以就是很仔细的去听你现在歌到什么段落，同时你会很仔细的听每一条歌诶。他的用心之处，或是很细腻的地方，啊，如果强迫你去用这个仪式感来完成你听音乐的乐趣，那你就在中间其实会获得很多在音乐上面不同的心境。现在做客慢人来了，无想大前在睇家去嘅係睇中立嘅買 Q 盤嘅店嘅吼，啊唔係搭擺古來，過去報道，過去報道。啊，你對音樂嘅喜歡係從細就開始咧？很小的時候，差不多國小都在聽西洋流行音樂，然後但是會聽黑膠是大概是這5年開始很認真的收集黑膠唱片。哦，啲原因係乜嘅？我會突然想要彈 Q 盤。我們聽黑膠的時候很認真，就是他歌沒有了，還要翻面，還要檢查盤乾不乾淨，還要檢查音質，然後你就會更認真對待一個作品，音樂作品，你就真的會記下來，好好的聽他每一首歌。然後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創作人，你就會發現，哎，用一個粉絲來彈，就跟我們當背景音樂是完全不一樣。你每次聽的時候，或搭配生活的不同風景，喝咖啡啊，或什麼，都會有不一樣的心境。那就跟串流音樂速成的感覺不同。嚇嘛，我都唔睇誒臉書方面會有講過，因為唔講嘅音樂，我都感覺可是了解方面會反嘅吼，你聽得真的很廣。我有彈爵士，我很喜歡聽爵士啊，但是我沒有彈 K-pop，
K-pop 的黑胶，什么韩团啊，各个男女团的我都有买。一方面也可以感觉说，韩国为什么他们在流行音乐在叫 K Counter 这么样那么厉害，都可以卖这么冷的东西。那我也很想说，转换一种方式，是不是？那哈嘎我们可不可以哈嘎也出一个女团？年轻女团都穿那种中空改良式的客家服，然后去女团，然后去压一些很新的、很流行的客家音乐或唱片，让小朋友知道。你对姜、对美的那个感知，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记得你喺美国做美术班。小时候，国小就念美术班。美术班哦，嗰時候還是考畫圖嘅嗰種。How up to， 对，算是喜欢画画，但是我更喜欢就是去看别人做不一样类型的艺术的作品。高中讀嘅美術班冇想講繼續念美術。中美術，那媽媽都講啊，都講哦，以前哦不應該讓你去念美術，就是他趕緊，以前的客家媽媽都說你到底學了畫畫之後。除了做老师啊，你还可以做马给。如果你跟人家介紹我來做藝術家，藝術家做馬給哦，不如去考公務人員。很多客家媽媽還是有這個概念。我當時可能有一點點被影響，所以我就選系的時候，我才會去選廣告系，因為它有設計的成分啊，但是也有行銷的成分。你跟我媽講，還有跟我爸爸講，他們還比較理解。咁後來要做，其實也是把有相關啦，就係廣告啊，後來都媒體啊。後來唔同人講，唔會多咗去印尼嘅股票，印尼起碼嘅反應啦。那本身搞到印尼會罵我，他說你在北部啊，發展都好好嘅，幹嘛要跑去那？但是我爸爸會反應，他很開心呢，因為就是他對故鄉的鄉愁。對我去內埔生活這件事，對他來說不是離開。如果去台北生活，他會覺得你就離開家。但是我搬去內埔，事實上我離他很遠，他住在桃園嘛。對他來說，我是好像有一種代替他回到故鄉的感覺。對，他每次就是很開心。哎呀，貴少家庭係安尼吼，你們是相反。中人呢，如果係一般嘅家庭嘅，爸爸媽媽睇領導啊，係睇台北，一般係嚟嘛。係啊。貴少之後呢，點多過來嘅。點多，真是點多。哦，貴少人如果係想想，爸爸媽媽嘅講書吼，如果唔妥講嘅，可是呢，如果他應該會很欣慰哦。如果講他媽媽冇笑哈，笑講你喺台北路有條路誒，佢屏東時會使嘛嘅。我媽媽到現在也是在講，就屏東沒有什麼產業啊，那年路考用某主業口有，也沒有田可以種。但是我就是說我自己會找到，就像我會去跟屏科大或是跟其他的年輕人接觸，我自己會找到一條在屏東可以玩的方法。對，其實他們也不用愁。而且你今日我看你臉書是從迄個做工誒，做工啊，係啊，迄年我前去。哦，沒，我去做，因為我自己開很多店嘛，然後現在正在做一個工作室，有一個工作室，如果一樓係餐飲咖啡店，樓上是服飾跟創作空間。你去要做誒？整棟，對，本上係差不多40年的老屋。哦，啊，我就從頭開始，就打那個水泥啊。貼走內啊，做粉牛奶啊，還有很多全部都自己做啊，木工天啊，然後就號稱每年可以付耗資1500萬韓元做出來的一家。1500萬韓元可以推幣到？差不多30幾萬。哇！以前來台台北是沒有辦法想象，可能是10倍，可能要350。可能種啲天奶都會上這班誒。係啊，種天奶啊，要不然就全部拉店。你種貴東誒？貴東誒。啊，唔過貴東係自家種啊？全部自家種。一年哦。一年，冇，我自家有熱團體數。我自家有不同的分身，比如說我自家做水田有水電的薏米，我自家做苦牛奶有自己的薏米。我就幫自己取了很多分身的薏米，他全部自己做。
啊，如讲我去搞就会一个工班，有看到一下，你有一个公班，嘿，然后全部都是，我的分身，我去搞还分身。唔记理样如何会安尼做，如何去执行它？哎呀，因为我如讲啊，抢不到师傅，请不到师傅可以帮我来做，而且我们那边的师傅拢70、80岁，然后做，干脆去甲做啊。哦，甲到等下最面的结婚呢，原来如果看下来说，对大景来讲，有特别意义的料理。起如一个动作，塞的挤压的动作，梦就是那个网子有网目嘛，所以蜜起梦它其实是一个很有画面感。对，它是一个食物，客家食物被做出来的过程。今日做客问人来了，今日的来宾呢係了太極服一郎，而係屏東科技大學嘅時尚設計同管理呢個公司，還有以多才多藝吼，頭都有講到為東部可以去甲賺，去甲愛賺服務去甲來賺，啊，仲可以係上品法用藝術嘅材料，公班很大。公班一條龍，你就是那條龍。哦，啊呀，結婚，這個很誇張哎。假使有人 follow 爺爺臉書，我感覺哎，真的很多分身。不過就是同一個人啊，哈。對。都有個結婚人，如果叫我來說，對太極來講，嗰啲派的料理，如果像處理冇人嚟，可能是係乜嘅？哦，一個係蜜起木。蜜起木。这个好像毛麻菌用哦，毛麻菌，要当过料的毛麻菌用。系呀，我带落去俺哋女仆的蜜起。哇，那个女仆的人有。嘿，女仆的蜜。那种零落都冇哦。错。然后都挑边。唔讲。黄豌豆。黄豌豆挑边。挑边。这样不会那么。慢慢讲挑边哦。嘿，你讲乜嘅？以前阿婆讲嘢叫做酥挑味。我本上锅豆，以后就是把豆子炸得很酥特味。后来我有学一门课叫做客家饮食文化书写以及实作，我才知道说，以前呢，阿婆去搞这个时间，真是用酥特味，素豆，酥特味去煮啊过面，然后不用。就是放酥特味，真实的酥特味。哦，有品味不用酥特味。酥特味如何平埔族影响客家人的一个食材，所以真实如何那阿婆老奶讲来讲酥特味。酥特贵呢？酥特味更贵啊。但以前很便宜啊，就30-40年前很便宜，很好取得。对。那个如何？要是他有你不会试过。如果提供佢配味冇咁用，嗰度客家種拢有也蜜起木。我很喜歡蜜起木這個字，因為大家都寫米苔木嘛。但是你講蜜起木，如果蜜起如果一個動作嘛，塞的擠壓的動作，木就是那個網子有網目嘛。所以蜜起木它其實是一個畫面感。對，它是一個食物，客家食物被做出來的過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用客语讲蜜起木比较生动。也给如贵州早晨7点钟，如提卖也给，就很多你会发现，因为它的那个料啊，你如果用食物均衡里面，它有米食嘛，有淀粉，还有猪肉，好啊，还有韭菜，韭菜是精力食物，还有豆类，主崩类又有铁质，所以它早上吃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营养丰富的一个东西，所以嗰度做务农的呀，做农的啊，做工的呀，7点钟就去报道要吃这个。刚刚晚上有吃过？对，我如晚上对呀，我有印象嘿，我晚上的时间，我妈妈提拖延做事情，跟冇闲，就把我丢给我的外婆或是我阿婆。我阿婆冇闲的时间。每天如果买来榕树下的竹棚，以前真是有一个妈祖庙前面有一个树，以前一碗黑20块，20美元，现在大概60几块。好，不过反正你都有个印象哎。对啊。这是一件好事哈，要反正佢唔好事要做东西呢。如果
好色也体位啊。哦，如果好色，而且它只有米奇木有加料的体位。嘿呀，过期哦。点那个板条，哎，面包板入某哎，面包板入某。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老板说，可以面包板，不用那个，不用那个体位，他就会帮我放一点点。哦，如果好色要在头边。对。迄样以前没有问过呢，你按吃吼，你讲米奇木能有？系啊。假使点咩面啊、面包板啊，其他东西，你唔会有特别。系啊。你比种菜体的东西啊，吼，你对美那么要求的人，你对色也会要求吗？每个月要求。系哦。系。你会去请好色的？我会请好色的，但是我不会一定要吃很贵的啦。但是我会去辨认它。对，就是去甲咩做事的呀。因为阿婆以前啊，伊迄摕个尼泊的丝虫卖种菜，嗰道东西给炸豆皮，去甲做呢，用个黄豆去甲磨完之后，用个面线雕起咯，然后做完之后又去炸，他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可能我那时候味蕾就是这样被养成的。还有腌那个凤梨姜啊，腌姜啊，都是全部自己做。做泡泡鸡，没去搞粥呢。哦，泡泡鸡，这个也是很南部的讲法。对，去搞粥，然后就是都自己做，所以变成有很多细腻，就因为你知道制成嘛，很多细腻的食物的味道，你会去深究它。古总，你可以南部看你整个走查过一遍，都会了解哈，那有好吃的。还是很多地方没有吃到。平常就会，你去甲咩会煮？我去甲会煮啊。你头讲你做事的，你应该有做事的哈。我做咖啡，还有做甜点。对。去甲做哦。去甲做啊。哦。不是没像做甜点不是不想要做啊，没有兴趣。但是那个屏东产太多香蕉了。产很多香蕉，所以差不多冬天的时候，11月很便宜啊，可能一斤10元，有时候会给你一串，以前隔壁要输工，他就会给我一串，然后割下来直接给我。那要做不知道怎么做啊，就做香蕉派，我把它做成香蕉派，就是因为这样子开始学甜点，就为了处理这些香蕉做派，后来我就自己去学甜点，还学烘焙，还考证照。还考证照哦，都得系嘛，可以唔可以呀？还有很多人想学，好不好？还有还修嘛，好嘛嘅。譬如说，我要修车子，还想学汽修啊，改车子啊，然后还有那个我会学美发嘛，我有美发证照，但我想学美容啊，就是化妆。你都按期吼，按多东西上好。就人生只有一次啦，学不完啦。你对好西北歌场一直获取薪资，你会有兴趣吗？对，不止获取薪资啊，而是那个我常常跟你讲，五感打开之后，你就很想去感觉，再去感觉一些什么东西。就像如果我学过彩妆或是头发之后，我现在看你啊，我就会也很想要调，有一根跑出来，很想瞧一下。对，但如果你没有学这个，你看那个人的时候，你就只是略过而已。刚刚按的昆世界会比较挑剔，还是比较包容？比较包容。因为你会发现，在世界几多东西没看过，所以当你都没有看过，或是譬如说有很多行业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反而会比较谦虚。像以前如果在台北，请工人做一个事情，或请师傅做一个工程。你可能就觉得我钱丢进去就好啦，然后时间就去验收它，那这样子我就一个东西完成。顶大都全部去搞做的时间，你会想原来要做一个木工做漂亮，几多功夫呢？要很多功夫，要很多耐心。当你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谦虚，你会觉得这些人是帮你做工的。对。哇，刚刚你看很多东西爱好，你会去听目标哈？然后某个时间要做某个事情，你是这一种人吗？应该有定个大目标。应该大目标还蛮多。大目标，譬如说我做学时尚啊，如果有一个大目标啊，我要把那个时尚的各种东西
什么男子美发、女子美发都学会嘛，如果是我是做一个房子，就会想，我是不是要把那个室内设计1级把它考起来？就是有很多就是你生活上用得到的东西，那你想做，你去想把它做专业。哇，你的省饭没有无聊的时候？很忙很忙哦，嘿啊，唐艺伦就不够用啊，时间就不够用。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啦，就是我到我这个岁数，我还可以觉得时间不够用，很多东西要做。对，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关键的原因嘛？假如嘿到你这个岁数，还刚够按多事情规划搞。关键就是你了解越多啊，越觉得人生不够用。对，就是也不是说觉得人生短暂而是说你要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尽量去做你喜欢做的东西。我以前在北部工作的时候，我们常会抱怨工作，都希望赶快下班。但是因为你那工作可能就是为了你的生活活下去而已。对，然后再拨很多的时间来娱乐。但我现在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有可能很辛苦哦，比那个北部坐办公桌辛苦很多，但是每一件事都可以被娱乐。做木工，你如果做开心的人，你就是想说，你有时候北部人花钱去外面学木工钉一个椅子，然后我自己是我真的要做，我还要想让它做到漂亮，我自己可以做一张椅子，或是自己去完成一间房子。每一件事虽然有的时候很辛苦，我全身弄得很脏，但是每一件事都对我来说都充满乐趣啦，但是很累就对了。咕噜会几个熬夜，7个熬夜，就中间不会有时间浪费。刚刚今日访问，但相信观众朋友们听来的听众会有蛮多启发的。如果你嘅生活方式，能够你嘅生活再好，你的生活哲学，会不会让你堵死你？你就两边堵死你。哎呀，不过你刚刚冇运用啊，你是很妥善运用你的好奇心哦，对嘛？嘅规好奇，对，算是好奇心作祟啦。周围如果讲过过期吗？很重。如果很做下，今日非常感谢大姐跟咱的分享安多。你刚刚我还学习过多呢。你才厉害嘞！你多期好不好？你还有几期？已经3期，你要4、5、6期。我小时候去尼泊尔，很少会去岭东弯满。对我来说，就是骑摩托车可能5分钟、10分钟到的地方，还是很陌生。如他爸会，妈妈爸爸会去尼泊尔去吃一间日本料理店。会凶，他也会好这边好吃吗？我觉得是 OK， 便宜的 OK， 好，很好，很在地，继续努力就是好。那平常还会吃嘛个？还好吃嘛个？吃嘛个啊，够多。我们内埔还有很多很好吃的哦，大家都知道哈滚饭。